會有香港壓力應活第五季日常生活與制度第7集套用消費。跟進翻前兩集必須補充說明嘅地方，上集結束時講香港主權呢個表述，只要個人相信又同具相同信念嘅人連結，就會具光復同重建香港嘅力量。信任係誓言同盟約嘅前設基礎，同時又係法權上誓言同盟約得到認可嘅結果。再前一集提到，諾亞利斯認為人要成為君王，唔一定要讀好多書攞好多書，只要識得揀好嘅榜樣跟住做就得啦。因而皇后慈惠包容嘅愛心同照顧弱小與生活細節嘅日常表現，配合國王喺法權上嘅權威，構成一幅美麗嘅主權圖畫。信念同日常兩者之間，究竟點樣可以構成具體而有效嘅影響力呢？將兩者串述起嚟，當中包含一個關鍵嘅細節。早前講論過語言學上一種語類，述行語 （speech act）。現代理性習慣地讓我哋想像語言表述只不過係嘴巴活動，得個講字或者書寫而已，甚至唔包括影像，同具體行動與實作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述行語只會行動嘅言說，上集提過誓言、契約同投教都屬於述行語類。佢哋促成結盟各方唔單止彼此信任，更加構成行動上嘅約制或者推動。上世紀法國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 （Emile Benveniste） 喺佢嘅名著《普通語言學問題》提論述行語4大特徵。述行語首先發生喺語言系統中特定嘅範疇，例如上述同法律運作有關如宣誓嘅表述。而上集講及心裏相信嘅香港主權，就係公民身份包括公民須具所屬國家嘅文化特徵。今集會將述行語延伸到日常活動。其次，表述者言說時，其實將所用語言重新發表，套用喺佢個別嘅情況上邊。所以新一屆立法局語言宣誓就職，咁多人念口簧都搞唔掂，當然根本講唔上真實咁奉行出嚟啦。第三，述行語將時間同地點接連到當下嘅一刻，意思係述行語唔單止將所敘述嘅內容套用出嚟，更加將之帶到現在，具體咁實作於當下嘅時空。第四，喺當下具體嘅時空之中，將參與各方契約起嚟，叫參與者都受到相關嘅約束。進一步嚟講，本維尼斯特指正述行語必須喺某啲處境內先至可以發揮以言辭行事嘅作用。對現代人嚟講，述行語係屬於語言中保留住人類歷史上一種隱微嘅傳統。例如喺笛卡爾同現代科學極端懷疑主義先，人類對語言與世上事物之間保持住兩者直接無礙嘅觀念，好似見字如見人嘅講法，以親筆字作為身體嘅一部分，正如滴血為盟一樣。所謂隱微或者神秘嘅語言觀念，其實指語言並非能指 signifier， 以字語指涉一啲實物，而文字與實物係完全不相涉嘅兩回事咁。相反地，述行語可以作為一種自我標示，好似侵侵喺白宮展示佢喺法令上邊嘅簽名，佢同個簽名兩者相涉，將自我標示喺法令上，無分你我一樣。當我哋講公民與公民之間嘅關係，自然落入國族同法權嘅範圍。但係當我哋講有機共同體中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又可唔可以存在住自我標示，即係直接同個人嘅關係呢？根據阿江本喺法律範疇以外，自我標示嘅例子包括個人成長過嚟，作為一個未成熟嘅人，同佢後來本身潛能得到發揮而比前長進，其實都係同一個人，但係又可以講今日嘅我勝過昨日嘅我。阿江本稱之為自身同自身言說 saying 嘅關係。昨日嘅我同今日嘅我對話，呢度講對話中間有個破折號，而非我之前講嘅 dialogue。意思指通過發揮內在潛能，無論喺個人抑或群體中間，好似有機共同體當中相對嘅言說對話，可以落入述行語嘅範疇。而對
對話嘅體驗，構成喺唔同嘅時空以及喺當下嘅時空裏邊，重新同處境中各方建立新嘅關係，符合晒本維尼斯特對術行語嘅定義嘅。講到潛能，阿岡本進一步引用亞里士多德喺《論靈魂》裏邊將潛能兩種形象區別開嚟。第一種稱為普遍性形象，而指一個兒童成年後可以成為專業人士或者足球員。第二種嘅形象稱為有效嘅潛在事物，意指人已經從事緊某些技能，從中升呢提升技能。第一種帶有好用甚至用盡潛能嘅意味，第二種帶被保存住本來嘅潛能，由自身將故中嘅潛能發放出嚟，同自身言說可以將所言說嘅潛能，例如講有機共同體可以動搖高牆嘅根基，唔單止能以超越所言說嘅事物，更加可以超越言說本身。術行語因而更接近將潛能保存並發放成現實嘅意思啦。所以對家動不動就告你煽動罪，太敏感。事實佢哋更清楚掌握術行語嘅潛能與威力，對嗎？不過對我嚟講，喺度一直分享同講論嘅，能唔能夠協助你發揮內在嘅潛能，呢一樣嘢先至係重點。無論如何，我努力嘗試發掘自身潛力作為我嘅使命。你或者覺得呢啲微不足道嘅文宣煽動力低，組織及推動力又乏善足陳，只能講我喺學界努力多年，回想起嚟，只係因為中學時唔知點解對研究呢兩個字發生咗興趣，存留喺腦海裏邊，成為我具成長潛力嘅術行語，直到現在。以上將術行語同潛能喺思路上嘅一啲細節比較抽象咁講出嚟，究竟呢啲諗法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冇具體嘅例子可以表明出嚟呢？以下將焦點從洛亞利斯同阿岡本轉向法國上世紀另一位多才多藝嘅學者德雪圖 Michel de Certeau。佢喺名為《日常生活的實作》一書，套用咗本維尼斯特對術行語嘅定義，分析弱小並被壓制嘅人可以點樣喺日常實作裏邊扭轉局勢，為自己打開一片政治嘅力量呢？德雪圖提出嘅主題係當下社會被邊緣化已經唔係少數，反而絕大部分嘅人並無緣參與生產自身嘅文化，即係我哋無論語言表述上面、思考方式上面，亦或喺個體自主同群體組織上面，都只能夠被動地接受並順從社會力量嘅安排。德雪圖認為邊緣性越嚟越普遍，被邊緣嘅群組成為沉默嘅大多數。呢種講法對文言嚟講並無特別，但係德雪圖則務實地勇於從消費者嘅角度推行抗爭。佢講論嘅日常實作政治，指向作為消費者嘅我哋要識得套用消費品去到我哋嘅用法上邊，就好似佢以消費活動套用喺本維尼斯特嘅術行語觀念上邊一樣，認為只要我哋用自身嘅言說去用消費品，就係將消費嘅時間同地點轉化為個人使用嘅一刻，並從個體立場同消費活動重新與處境裏邊嘅人事物建立關係，構成我哋嘅群體，包括有機共同體咯。記得保育菜園村示威期間，倡議者帶頭重用長 banner， 又用背面白色嘅部分寫上新標語，以至用新標語貼喺 banner 嘅正面。舉牌又開始循環再用被棄置嘅紙皮，主旨當然係以環保手法表述保育議題啦，相當貼切㗎。更加可喜嘅係之後嘅雨傘同民主民權運動，以至宏福苑大火義工物資站，一再出現呢啲既環保又參與再生產嘅術行語實作活動。咁做至少為參與者埋下另類現實同社會關係嘅種子喺佢哋嘅心裏邊。民間活動點樣用 banner 同紙牌，小事一宗啊，係咪啊？德雪圖咁樣睇，文化人人都參與，日常表述諗法、社群關係同實作行為，只要有諗頭，卻足以同強權鬥爭，並推動另類嘅倫理
準則，將凌霸嘅力量移位，甚至控制。佢咁寫：消費作為戰術手法，弱方以創新方式套用於強者的力量，叫日常實作活動開拓政治的維度。只要將一啲視像放喺心裏邊，香港前景仍然樂觀。你相信嗎？待續。